咱观眾朋友對廣告之後，繼續收聽提教國際，就禮拜4幕後，同你大家來關心係歐盟批准嘅巴黎氣候協議，到底呢一件事情有乜嘅重要性，留台灣有關麼？今日節目地度非常難得邀請到係台灣體制之名環保署長，也就做過交通部長，還有外交部長嘅簡尤信簡博士，簡博士您好。主持人您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謝謝簡博士來我們節目的現場。那理事長今天來，我們真的非常的高興。我剛才用客語跟我們的觀眾介紹一下，您是我們中華民國第一任環保署長，然後又擔任過交通部長、外交部長，所以來談這個國際的議題，談這個巴黎氣候協議，真的非常的適合。那首先呢，我可能要先請這個理事長幫我們簡單介紹一下，究竟巴黎氣候協議它去年底通過的時候有什麼重要的內容？那這個協議本身的重要性又是什麼？為什麼我們要特別花時間來關注它？好，這個巴黎協定啊，可以是講人類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協定之一。它重要在哪裡呢？因為經過196個簽約國在團體在裡面，那麼它得到了結論說，人類所謂未來的發展，地球溫度因為人為氣候變遷上升，不能超過工業革命前2度攝氏啊，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卡啊，因為你不能超過2度攝氏的話，你就延伸下來，你現在的發展過程有非常多的動作跟行為都要停止。最明顯的例子，影響最大就是能源的問題啊，馬上出來，因為90%左右地球升溫的原因都是因為化石燃料，包括石油、包括天然氣、包括煤的燃燒產生的，所以未來的到2050年，甚至到2100年，人類要大幅的減少使用化石燃料啊。換句話說，以後我們就要減少用汽油、用煤發電或用這個天然氣發電，那這影響實在是非常大，不是對世界而已，對台灣都是一樣啊。因此這一次的大會這樣的結論下去，而且經過所有國家都同意，變成一個世界上等一個公約力量的來維持的事情的話，我們要很仔細看一下，對我們國家的發展是什麼，而且真的是影響很大。OK， 先謝謝這個簡博士。我們也帶着我們的觀眾，我們做了一張圖表，巴黎氣候協議它的一些草案的日期、簽署的日期，我們讓觀眾稍微了解一下。透過現在我們看到這張圖表，它在其實去年底12月12的時候，這個立了這個草案，然後當時呢，就有剛才董事長講到有196個國家團體，因為它是叫做簽約國或者是一個 party， 對，它不見得國家。那簽署日期是剛好在今年的4月22，就是世界地球日那一天。然後現在最新的生效日，原本我們是以為說在11月7號之前，那現在確定應該就是11月4號，就不到30天的時間就要生效了。然後批准的國家加上我們最新現在看到這個歐盟，所以已經有80個國家批准。那大家就很好奇，在所謂的巴黎協議之前，我們大家比較耳熟能詳的是這個 Kyoto Protocol 京都議定書。新的這個巴黎議定書跟京都議定書有什麼顯著的差異嗎？好，京都議定書可以是講人類為了應變氣候變遷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那是第一個啊。那時候是全世界因為都是工業國排放比較多，所以它的對象啊，我們叫做附件一國家，都是歐盟啦、美國啦、日本先進國。那麼比較開發中國家，像中國啦、巴西啦、南非等等，它的規定就比較少啊。因為它比較少的關係，其實它都是比較自願性的東西。所以世界叫雙軌制度啊，就是先進國跟開發中國家做不同的一個處理方式。但是經過這麼多年來，快將20年時間，我們發現最近開發中國家進步得太快了。二氧化碳排放非常多了啊，不能只是說先進國不排放，那麼開發中國家在排放增加，所以他們把這兩合併在一起，現在變成一個協定，包括全世界所有的國家在裡面，因此這影響就很大了啊，因為每個國家都要受到影響，而且這個時候是有一點法律拘束力的力量在這裡啊，它有很多的這些規定啊，你每個國家必須要遵守。啊，當然減量的多少是各國去決定啊，所以這個各國的自主減碳的貢獻啊，
但是每个国家都交了，我们也交了啊。所以因此呢，未来这个减碳的工作变成一个有一点拘束力的，大家一起往前走。但是这个影响真的是很大，就是。刚才简博士提到哈，有所谓的之前京都议定书比较属于针对已开发国家，那现在是不分对象，我们也整理了，就是已开发国家跟这个我们之前讲的先进国家，他们碳的排放量的图表，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透过我们所整理的图表，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排碳量第一的反而是中国。它占了25%左右，接着才是美国占15%，然后这个2天前刚通过这个协议的欧盟，28个国家加起来的排碳量是占12%，然后这个印度刚才有提到，就是开发中速度发展很快，它也占了4.5%。我们就很好奇，透过这个图表，其实在 G20 的时候，应该是在去年9月，我们就听到中国跟这个排碳量第2大的美国，他们就已经同意要签署这件事情了，要批准。为什么现在欧盟批准，欧盟也才占12%啊，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关注？这个时间点有什么特别吗？还是这个在12%有什么关键影响吗？好，巴黎协定在去年12月在巴黎通过是一个草案，它有个条件，要所有参加国55%的排放量加上55个国家签约以后才生效啊。那这个55国家以上要批准的时候，要他们国家的政府或者国会批准以后才行啊。如果没有国会通过，到时候也不算数也不行。所以他就给大家一点时间，从今年的4月22号开始，在联合国纽约再开始接受大家签约的这个报告书，然后到明年的4月21号为止啊。但是这个之间，如果先完成这个手续，有55个国家签完了，有55%的排放已经出来，那就是要正式生效了。是。那么就在今年的9月，在杭州的G20啊，就是20个经济大国开会的时候，美国跟这个中国，这2个是全世界第1大排放国，4成加起来，对，第1大排放国，第2大排放，他们一下那55已经搞到40%左右了哈。那现在呢，再加上这些其他国家，特别在今年9月底之前，他们美国宣布完的时候，全世界有47.7%的排放量已经通过了。那欧盟刚好是12了，那排放国早就超过55国家，所以这一加上去就60%了。所以欧盟的这个议会通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啊。他在今年一通过以后，联合国马上收到啊，联合国收到也很快啊，他立刻就根据这个联合国的职权就宣布，他说今年的11月4号正式生效啊，但是实施日期是2020年了，不是这个时间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现在全世界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手续，那么这个巴黎协定已经变成各国在法律上所通过一个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一个协定出来。那当然，这个我们从新的一个开始啊，全世界为了应变气候变迁所产生的这些工作，这个新的里程碑又开始。那刚才其实董事长提到3个很重要的数据后，分别是在2100年前不比工业时代升温2度，然后理想状态我看到是希望维持在1.5度以下。这样的数据分别是怎么定出来的？那这些数据背后有什么意义？这个在定这个数据前，其实有2个不同的想法。一个就是说2度摄氏，这是第一个；一个就是说地球的二氧化碳含量容多少，当时是想450个 ppm 啊。那么可是大家吵了很多，这个东西其实地球那么大哦。要很精算到底怎么这个容量是多少，然后升温是多少，其实是很困难的啊。后来大家就最后决定说不要超过2度摄氏啊，因为如果超过2度摄氏之后呢，地球因为温度太高以后会产生非常多的极端气候的影响，有暴风、有大雨，海水会上涨，然后这个很多地方有干旱。这问题实在是非常多了。那照科学家的算法，2度大概我们是人类可以忍受的，2度以上问题已经多到说我们真的要处理也非常困难啊，所以大家定2度。可是呢，在过程当中，很多小岛国在联合国小岛国，比如说我们的邦交国图瓦鲁啦、马绍尔群岛啦，对，他们本来地就很低啦。
如果你增加2度的时候，他们说2度了，我国家都已经被海水上涨淹没掉了。所以小岛国就是我们来做，就1.5度啊。后来为了让这个约能够通过，所以说2度啊，不过希望做到1.5度。但是以目前大家所提出来的排放的这些标准跟做法的话，大概可能到2.7度左右。所以未来的这个排碳量的减少，可能大家还在开会，还要再加减这个排碳的方式啊。总而言之呢，这些2°C是为了避免产生太多的人为的气候变迁产生的灾害了哈，所以我们定出这个2度的问题啊。同时间，我们大约是地球二氧化碳是450个 ppm 啊，是。那工业革命前大概是280个 ppm 啊，这个大概那个差别。董事长，那我们也要讲一个现实的状况。根据统计显示，去年2015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那我们看到呢，到了这个2009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把这个2度的 quota 用掉大概1度了，已经升温这么多了。所以接下来这个2度的目标，就连董事长说，甚至2度都还不够，因为有些小岛2度都被淹没了。可是我们2度还达不到，那怎么办？现在是这样啦，这是大家。这个联合国也是这样，我们先能做到先做到啊！如果你马上一下就达到说要做到1.5度，那老实讲，很多人放弃，我不想干了。反正你要做1.5度，我国家经济给你搞垮了哈。所以大家好，我们先以2度为目标来做啊。那么这2度的目标，每个国家就分担它的排放的一个比例啊，我大概排放多少减多少啊。所以因此现在每个国家的想法。大家都已经得到共识了，我们就以这个方向来做了哈，没有办法说达到说还往下要更下是多少啊？那么这些小岛国当然也晓得了，这个我也不可能一下达到那么多了啊。那目前是以这个状况，大家一起通过就是。那假设以这样的状况来讲，有一些能力比较好的国家，它可以采取额外的行动来让这个增温的效果可以不要这么快，然后让增温不要这么急剧。除了原本我们在这个巴黎协议里面看到一些额外的手段，还有哪一些？他这样，你所谓额外手段，其实手段是非常多了哈。我们先讲一下，其实从京都议定书到今天为止啊，大部分的国家、先进国家都没有达到当时京都议定书要做的，都没有达到。美国根本到现在，他一直都没有通过。美国其实最近是成绩有进步很多啦，不过要达到他本来。1997年的时候承诺了，其实是没有达到啊。真正达到就英国啦、德国啦，哈这些几个国家有达，不多啊，大部分的国家没有达到。那现在大家就想，好，我们再增加、再努力、再做。所以这一次联合国它有各种方式，它最重要是你各国你自己提出来，你提多少？那现在大家都已经提了哈，而且这个是它不但提了，它每5年呢，联合国要给你查一下你的碳。的一个预算跟你的碳的这个整个排放多少，每5年又给你检查一次，公告出来说你到底有没有做到啊？那因为这个协定里面并没有非常明显的所谓的这个惩罚的一些条文啊。对，因为如果你惩罚条文定得太清楚，很多人就不跟你签了啊，不玩了不玩了。所以现在各种方式是非常多了。那通常我们现在如果减量最大的几个方法。我们对联合国的讲法，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能源的效率，因为刚才讲气候变迁最主要问题还是能源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能源要转型。第一件事情要把我们能源效率要提高啊，能源效率提高最简单的讲法，本来你汽车啊一升可以跑12公里，对，我现在讲一升可以跑40公里啊，或者我干脆就用电动车了，我效率更高一点。啊，家庭也是一样。我电冰箱，我如果的电冰箱的我的节电的速度很好，比现在节电1倍、2倍、3倍以上，我就可以达到目的，这个能源的这个效率提高。第二，多使用这个再生能源啊。我们现在再生能源的比例也比较低了哈。那现在很多国家，包括我们的国家，都已经宣示了，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再生能源要到20%了。是。那现在我们太阳能跟风能加起来1% 都不到了，所以这有很大的差距。对。那第3个就是有些国家用核能啊，核能基本上如果安全的问题大家可以接受的话，那它是
碳排放量这是很少的啊。那再来就是说我都不行了，我怎么办呢？我还是要用火力发电了，你就把二氧化碳排放就把它捕捉回来，就把它储存，打到地下2-3公里的地方，把它储存在那里。因为你煤本来就从地上挖出来的嘛，我要把二氧化碳再灌回去那问题就可以解决哈。当然是解决这一段时间问题哈。那最后一个就是说，好，你现在我们煤用净煤怎么样方法把火力发电厂弄得更干净，二氧化碳排放多少那这5个方法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我们可以想的那其他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要节省你少用电少用能源就是。OK， 我们先谢谢上半场这个简博士的介绍后，下半场歇困之後，我哋繼續來討論。台灣雖然講冇加入聯合國嘅相關組織，不過作為提起為主宰，因此當然符合自家之前，你做緊兩半數，因此歇困一下，講過之後，傾下嚟關係。還是那。歡迎大家進到節目嘅現場，呢個禮拜為大家邀請到嘅係簡友新簡博士為大家來討論嘅是歐盟批准的巴黎氣候協議。那簡博士，我會很好奇，就是說我們不是這個協議的簽署國，那因為我們特殊的這個國際地位，在台灣的我們怎麼看待巴黎氣候協議？好，這個問題其實是不是簽約國是一回事，但是你的內容要不要做是另外一回事，因為對抗這個氣候變遷其實變成全世界每一個人的責任因為這裡面牽涉最大就是溫室氣體，其中最大是二氧化碳。這二氧化碳跟我們過去傳統的污染物是不一樣的。傳統的污染物我們就是五官可以看到的眼睛可以看到發煙耳朵聽到噪音那鼻子聞到臭味河裡的這個水髒，空氣不好，你都是五官看得到。是。可是二氧化碳你是看不到的當發放二氧化碳一燒，你不但看不到，它不久就飄向全球我們今天在台中火力發電廠發的二氧化碳出去，你不要24小時，大家全世界都大家分到所以這是各國都會一起來共同產生，也是共同分擔的責任所以沒有一個國家說可以跑掉這個責任。那今天我們沒有簽是一件事情，但是我們要不要做？我們是要做從過去聯合國70年來成立的所有的這些條約公約看來，我們是這樣，可以是講，聯合國通過了，雖然我們不是簽約國，但是最後我們都要做比如過去的蒙特勒公約說臭氧的問題，最後我們還是要做所以即使你沒有簽約，你還是要做所以因此對我們講起來，是簽不簽約跟做不做這件事情，其實是應該是沒有關係。這個國際社會並不會因為你不是簽約，他不要你盡義務因為台灣的二氧化碳排放大概0.9不到左右在全世界講也很大了，0.9也是很多了。你除以 per person， 對如果以個人來算，我們是全世界第18位。對。那如果以總量算，我們大概是22位，都是名列前茅的啦。因此，才一定要叫不好的榜。對。所以呢，這個狀況就變成怎麼樣？就是說你必須要做。那可惜的說，國內大家對這個事情大家比較不是很了解了。我今年3月的時候曾經做過民意這個調查。我發現台灣人知道說巴黎協定說地球升溫不能超過2度攝氏，只有16%的人知道。換句話說，6個人中就1個人知道，5個人是不知道如果你都不知道這個事情，你當然不會去注意這個事情，也不會去做這個事情。所以我覺得我們客家電視台很好，讓大家都了解一下。這個問題是每個人都會受到影響，不管你有沒有簽約，勢必台灣會被要求要做所有他們所規定的事情。所以這是我們態度上要準備好的。其實董事長講到一個很關鍵，就是說每個人都有責任。那我們就來談個人感受。其實台灣最近有一個例子，我不曉得是不是適合在現在談巴黎氣候協議的時候拿出來提，就是說我們看到這個彰化的台化廠，它有一個關廠可能停止運作的爭議。那某種程度上，很多人看到是這會不會又是那個老問題，就是環保跟經濟的對立衝突。那遇到這樣的狀況，我們一方面我們希望盡我們自己身為地球村一份子的責任，可是我們自己內部我們看會有社會問題。
会有劳工权益的问题，他们的生计会有问题。遇到这样的看似两难的状态，我们能够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好，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叫做国家发展永续纲领啊，很重要就是台湾未来要很成功很好的话，一定要有永续。那我就问，什么叫做永续？永续有3个最主要的一个环节，第一个叫经济要发展，第二环境要保护得很好。第3个，社会公益要做得很好，所以3个面哦，经济面、环保面跟社会面，3个同时都做得很好，你才有很好的明天啊。其中有一个做不好就会出问题。那过去我们在台湾通常都是以经济跟环保的冲突为主啊，就是说，因为很多事情经济在发展，那环保人士说这不行啊，这破坏我环境，所以这2个会有冲突。过去是因为台湾的经济发展状况还不错，是问题还比较少一点，社会问题少一点。今天不是了，因为今天我们经济不像当年5%、10%的成长，今天只有1%、2%的时候，我们会有社会问题产生啊。所以我们就刚才这3个环节都做好，要永续发展3个都要啊。那以彰化厂讲起来的话，我们很明显，我们社会问题现在也蛮严重的，不是指环保问题啊，这个定的环保规范在这里，可是你社会的问题啊，那我们怎么处理呢？所有这些永续的问题都是需要一点时间，大家坐下来一起来看。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区域怎么样，经济还可以把它提升，但是同时我们环境要把它做得好，同时要兼顾到民众的生计以及他的社会公益。那这个是让大家坐下来谈，大家坐下来比较长的时间，然后每一个方向都了解以后，大家互相有让步，那么也有这个可以做东西啊。这我们也给他一个时间的一个期程，大概多少时间内我们可以把它完成，把它完全把它解决就是。其实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欧盟批准的巴黎气候协议。那欧盟它有28个国家，其实很多他山之石，我相信是我们可以参考。那董事长，您有这个外交部长也有派驻英国的经验，你对于这2个国家，英国跟德国非常的了解。首先，我就好奇，就是说，当我们在讲这个环境保护的时候，或者我们在现在很流行讲 sustainable， 我们讲绿能的时候，德国一直是被我们拿来谈的一个例子。究竟德国是因为有什么得天独厚的条件吗？为什么它可以成为大家的榜样？德国人啊，其实欧洲国家很多是这样。德国人因为他起得比较早啊，所以他很早就想到问题啊。我经济要在发展的时候，我很受到影响，就是能源的问题。所以当1970年代、1980年代发生所谓能源危机的时候，他们就考虑的问题。当时他是以能源的观点在看这个问题。说怎么样我减少化石燃料进口等等，所以他们后来的发展很成功的，就是再生能源啊，或者是其他的各种方式节约的方式。那德国跟英国他们已经做到一件事情，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他把这个经济发展跟能源的使用完全脱钩啊。我们台湾现在的发展就是说，我们经济在成长，同时间我们能源也在增加啊。如果在看台湾，民国80年代、90年代，你去查那个表的话，能源的增加量跟我们的经济成长是平行在成长，就是 GDP 的数字跟那个能源其实对，这样的话你就一直在排放2氧化碳。他们完全脱钩了啊！那以这个德国跟英国讲，它的经济一直在成长，但是它的2氧化碳排放就一直在下降啊，它就做成功了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会不会是2个国家的产业形态有根本上的差异？产业形态跟我们有差异的在哪里？第一个，他们非常重视工业的生产效率啊，同样比如说同样用这个一个油当量的话，它产生的2氧化碳排放，同样产生一个这个美金的 GDP 或1万块 GDP 的时候，他们的这用的油量比我们就少很多。是，我们跟它差的差不多快要3成以上，就是我们都用很多油，却只有产出一样的效果。一样的效果出来。所以我们以台湾讲起来，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台湾平均每一个人1年的用电度是1万度多一点点，是，德国人只有7000度左右，差3000度。人家冬天还需要暖气，他要冬暖气天还不怎么需要暖气的地方。不知道我们需要冷气，就是夏天。好，你就可以想了，
我们很明显，我用电比它多3000度出来，可是你的生产也比较多啊，你的国民所得也没有比较多啦。换句话说，你的生产的效率是有问题。所以我们很多产业啊是能源消耗非常的多了，但是它产生的 GDP 的经济效果比较低。因此这是我们要修改改变的地方。所以未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产业要转型，这些能源高耗能的行业我们要把它取消掉或者把它改变掉，因为那个没有办法再竞争了，竞争不过别人了。即使你能够生产，也许他来一个碳关税或碳税等等，哇，你一样价格还是上升。那第二件事情，我们生活要改变我们不能再用那么多能源了我们要用比较节省的。高效率的能源的车子，或者是我们家里的房屋要改变一下，让家里有时候还可以装太阳能的这个发电的设备，有时候还可以把家里的这个整个这个保暖的设备或保冷的设备的房屋的这个墙壁啦、屋顶啊，做的让它可以保温或者保冷，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生活改变和减省我们的能源消耗，就是。OK， 最后一点点时间，您派驻过英国，英国已经在 Brexit。今天经济学人也讲，他们是开始要展开里斯本条约50条了，明年3月开始可能要脱离欧盟开始谈判。英国会是这个网的漏洞吗？他脱欧了我倒是觉得倒过来讲英国是欧盟的减碳模范生他现在为止他减碳第1名。哇！反而英国离开了欧盟的时候，欧盟的成效会下降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减少因为它从1990